我从来没想到我的大学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李叔叔说的话太残忍，但更残忍的是，他说的是事实。一路上我都很难受，既是因为王然的态度，更是因为这种冲动彰显的是自己的无能。转眼已经是6月了，我们几个都顺利毕业，我也很幸运，得到了电视台的实习机会，新的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美雅，别哭了，你吃点吧。哎，你们怎么？哥，爸妈呢？怎么了？老子拿钱买的钱，你管不着！哥，妈，滚出去！你还管得到老子？没事，没事。没事吧？妈，林志富，你能不能不要天天喝酒，喝完酒之后就打人啊？你个龟儿子！老子供你上大学，是让你回来教训老子的啊！大学的学费、生活费，是我的助学贷款，还有打工赚的钱，与你无关。
行了，别送我了，都回去吧。那你莫要把自己累到了哈。知道了，妈，放心吧。哥，有空回来看我们。当然啦。你们两个好好听话，好好学习。知道知道了了，哥。那我走了。嗯。岁月你来你走不要紧，我像个旁观者静静看你。黑夜你来你走没关系，街灯和太阳一样都照亮眼睛。嘉陵江水你来你走别伤心，我和你一样从朝天门开始远行。你说你从远方而来，不舍的却只有憧憬。你每天从我脚下淌过，我记忆里就不曾有别的曾经。妈妈，我回来了，你好开心。摸着我的脸说，我又瘦了几斤。那一天，我离家的时候，突然体会到，从男孩到男人，成长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我忽然觉得，我是个男人了。眼前是我未来的路，身后是我的责任，我的家。哎哥，这种公寓带独立卫生间，最适合你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。这个挺好的，有比这个稍微便宜点的吗？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。那个有没有再便宜点的？到底要不要租房？便宜便宜又便宜，有个免费的地方适合你，要不要？老子中介费都给你免了。哎，给老子爬！哎，龟儿子手速还挺快的，把你删了。算了。我说你是不是典型的没事找事？在我这住不行吗？你要是有钱住个大单间，老子不拦你。又没屁个钱，住个破单间，在我这儿加张床不一样吗？还租个屁个房！你这儿不是离电视台比较远吗？远什么远？人红军2.5万远不远？不也坚持下来了吗？从电视台到我这儿，我算了一下啊，公交车5站，转地铁12站，摩托车随便你骑，你还有狼个养？就这么定了。行吧。看在你盛情难却的情况下，我就给你个面子。那你个龟儿子还不谢谢你老汉儿？
你要不要脸啊？从小到大我替你写了多少作业？你什么时候谢谢过我？那我从小到大给你打了多少回架？从小学到高中，哪个敢动你？还不是因为你涛爸罩着你啊！你还有脸跟我提打架的事儿？你说，因为你打架，我替你写了多少检讨书？该。走。喂，妈。喂，科儿，你干啥呢？吃早饭呢。吃啥呢？吃小面。吃几碗啊？吃了2碗，1碗素椒，1碗鳝鱼。怎么才2碗啊？你得吃4碗才行啊！吃的跟猪一样，站着啊，那多好看。好，妈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少吃点啊。谁让你少吃了？说正经的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是都说了吗？我现在重新试一试，回来再考编制，不急。哦，不急啊？哈，是，等我进八宝山再聊吧，是吧？哎呀妈，我又没说我不回去。是，你还没说你去火星呢啊？那就等哪天你去火星，顺道来一趟，是吧？好，我要去面试了，不跟你说了啊！过来。我叫新雅，也是西大毕业的，比你早1年，传媒学院的。哦，学姐好。别姐啊姐啊，我看过你简历了，咱们俩同年，你还比我大2个月呢。前面就是我们的部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同事，这是我们的摄影翔哥。翔哥好。这个是后期我们的张叔。张叔好。哎，你好。这是新来的同事，叫林依晨。你的位置在那边。啊，谢谢。我们5个人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我到了电视台，实习期半年。陈涛继续经营他的三峡摩托车店，王然到了地产公司，李文凯继续潇洒。
美其名曰说是在寻找理想的路上。刘科进入了一家幼儿园当老师，就这样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10月底。新能源是未来能源的方向。朱总，您先看一下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一会儿开始。好。新能源是未来能源的。林晨，你到哪儿了？马上。质疑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嗓子不舒服，今天你来采访。我已经到了呀，C栋803吧？是 D 栋803。国家不是如何你明明说 C 栋啊？行了，赶紧过来吧。好。弯道超车，弯道超车。朱总，准备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 ，OK。我们准备开始。新能源是未来能源。没时间了，赶紧的。是毋庸。朱总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小林，站到右边。好。来。好。朱总您好，贵公司是做新能源的，那么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一下。是什么让您对新能源的前景这么看好？新能源是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这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国家如何在能源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问题。传统能源如石油。小林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？怎么了，张叔？你看这里，话筒标呢？实习期下周就结束了，你们这一期呢，一共是5个人。原则上我们是5留3，你一直表现很好，理所当然该留下来。但是你说你现在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，如果你留下来，我怎么向走的人交代？方老师，我不找理由。这档综合访谈周6播，今天周4我还有时间，领导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去找朱总把视频补回来。朱总现在很忙的，方老师，我一定会弥补的，请您相信我一次。行，那你去吧。好。翔哥，会不会有点过了呀？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？说是想给他点教训。是想给他点教训，就是想让他着急一下。晚点再跟领导解释吧。哎，你个三舅子啥？你弄到老子！哎呦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还来？你看球不到说你？哎，给老子舔干净！哎，你要不我给你洗一洗吧？洗啥子洗？不要你洗，不舔干净可以，修理费给老子免了。修，这个不行，我这辛苦半天了，你多少得给点钱。钱啥子钱？我的衣服不要钱着！哎，狗子，死胖娃！哎呀，找事儿，关门。你好，我想找一下朱总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我是电视台的，我叫林一成，之前采访过朱总，然后落了几个镜头，想找他补一下，您看方便吗？我等会儿帮你转达。但是朱总现在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现在不能被打扰，请您稍等一下吧。好，我可以等。根据我们这儿的管理规定呢，您不能在这儿等，要等您得到楼下去。好，明白。那个麻烦。朱总开完会以后，您联系我一下。没问题。谢谢。那个男人婆，给老子出来！你谁呀？涛哥，我惹的事儿，我负责。别动，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说清楚，说啥子清楚？你问他。这个黄毛修车不给钱，我和小修把他打了一顿。你这个叫招手，你打球的我妈都认不到我，你这个纯粹叫侮辱我。老子侮辱你侮辱的轻。兄弟，你是活该啊！你说啥子？哎！兄弟啊，你们的人先动的手，怎么的呀？
一点江湖规矩不讲吗？什么规矩啊？今天我在这儿，你们就动不了他们。怎么的呀？啊？把我的人打成这样，是不是得给个交代？他先欺负我了。他先欺负你了？就你这体格子，我都欺负不了你，他能欺负你吗？你说什么交代？好，这么的啊，他啥样，你啥样？抄家伙！哎，你们要咋子？好，小伙子啊，够狠。撤。花哥，我们这就走了，他们打我了的嘛。不是，我就问你啊，修个破摩托你都不给钱，要脸不？你，哎呀，花哥。我这样子，你不怕吗？不怕，我甚至还觉得有一点点刺激。只可惜我没有看到你的英雄气概。那是挺可惜的，那是你没看那时候，我们3个人面对他们几百号人，这么多人呀！可我刚看到外面就6、7个人，是前面还有好多人吗？那你为啥不报警呀？江湖事，江湖了。对，也对，是吧？江湖。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打算自己写小说了，我想请你帮我把把关。好啊，反正我脑子里故事挺多的。真的？今天晚上这个事，我就可以跟你好好讲一讲。我从头给你好好捋一捋啊。那个黄包，就圆圆的那个。这么厉害？你砸我脚了！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我就跟你说一声，让你知道有这么个事儿。你不要总给他钱，慈母多败儿，你懂不懂这道理啊？你懂，你什么都懂，那你给他找点事儿干呀。他这个样子什么都不会，我怎么敢把事交给他呀？你不给他找事儿做，他怎么会呀？那凡事总得有个先后吧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但凡好好教他一点儿，他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？李建勋，你要点脸行不行啊？孩子从小到大你管过吗？整天不是出差你就是应酬，你陪他的日子你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，你还好意思说？
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儿子回来了。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？鸡脚。赶紧尝尝吧。哎呀，哎，怎么没有骨头啊？我都给剔了呀。还是儿子对我好。那必须的。妈。我最近做了个职业规划，我准备好好工作了。什么啊？那是啊。为了我这天下第一的老妈，我也得好好工作呀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当然有关系了。男人呢，都是靠不住的。女人在这世界上唯一能靠得住的男人，那就是她自己的儿子。你就是嘴甜。来，你快吃啊！已经安排好饭店了。好。然后我们的车在门口。好。王然，林依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过来做个采访，你呢？你过来谈工作的是吧？啊，对，那个我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好。杨董，请。好的。这次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，希望下次还能继续合作。没问题，经常合作。